台中咧來看這個駕駛啊，無將警方放在眼內啊，開車到橋骹，規個啊，就是害這個車尾哦。表示技術真厲害，刷來個弄紅燈啊，開佇個路的中，非常的無將交通規則放在眼內。不過咧，一般的民眾看到這個情形了後，馬上去網絡去找啊，就發現啊，同一台車進前就捌佇網絡一直咧放這款的畫面，表示個駕駛的技術真厲害。不過一切攏已經違反交通條例，這是危險駕駛。警方按照這個車牌號碼，要求駕駛到案說明。高架橋骹路口是紅燈，一台烏色轎車敢若無伫插，直接就駛去道路中央安尼敲一連，連啊甲塗骹一個磨甲攏有聲。一連磨到佫細一連塗骹攏有連啊痕，說來這台烏色轎車敢若有弄紅燈，油門站落繼續駛。其他車主看到了後，將這個影片鋪上網絡，佫有網友講，這敢若是這台烏色轎車車主的社群笑話。因為限時動態有播出伊燒太陽的第一時間畫面。啊！我就哇，帥！駕駛座的角度，這個轎車駛到路口斜一連，鏡頭對你斜360度，當時邊也有其他的車。這個駕駛敢若是一支槍換handle爾爾，這款的行為真危險。當然會驚，是咪咯？那會使安尼？路上這個車輛都很多，這個發生意外，大家都對誰都不好啦。代志發生在24日下晡3點外，台中西屯的環中路邊時車真濟，民眾看到這個畫面講有夠危險，警方主動調查，鎖定這個當事的車主，通知到案說明。可能涉及刑法過後危險罪及道交管理處罰條例。涉嫌弄紅燈，佫佇路口燒太陽，已經違反道交條例危險駕駛，除了依法檢舉，嘛依照公共危險罪嫌上辦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